今日係年29，同大家拜個年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。我要講嘅係當年劉嘉玲一邊同許晉亨風風光光訂婚，一邊就同林俊賢傳出緋聞，最後直接被許家悔婚。開始前提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揀全部。林俊賢當年係香港第一美男，同周星馳、梁朝偉同班。林俊賢出身富貴家庭，細個錦衣玉食，點知到青春期，老豆投資失敗，家道中落。本來就唔中意讀書嘅佢，索性叛逆到底，直接去報考 TVB。1982年，憑住超靚仔外形，林俊賢考入無線藝員訓練班，同梁朝偉、周星馳、吳鎮宇全部都係同班同學。畢業之後，佢即刻就拍林奇《笑傲江湖》，呢個時候，周星馳同吳鎮宇仲喺度跑緊龍套。後來劉德華同公司鬧不和，林俊賢直接頂替佢嘅位置，公司將原本力捧劉德華嘅資源全部用喺佢身上。好快佢就同黎明合作，男兒本色爆紅，直接躋身一線小生，仲攞到香港第一美男嘅稱號。當年連周星馳都只係演佢個細佬。事業如日方中，好多當紅女星都中意佢。傳聞連林青霞都對佢有意思，點知全部被佢拒絕。林俊賢當時一心撲事業，仲為自己定下小目標，賺夠5000萬就即刻退出娛樂圈享受人生。點知就喺佢搏命賺錢嘅時候，一口大黑鍋直接由天跌落嚟，扣佢頭上嘅正正就係劉嘉玲。劉嘉玲同許晉亨訂婚，公司借林俊賢炒緋聞搞到悔婚，大家都知。劉嘉玲入行之後，經閨蜜吳君如介紹，搭上豪門公子許晉亨，形象即刻大翻身，着高檔禮服，戴大牌首飾，出門有豪車接送，風光無限。同居一段時間，劉嘉玲提出結婚，許晉亨好寵佢，直接搞咗個超盛大訂婚宴，香港好多大佬及明星都到場祝賀。就喺呢個關口，劉嘉玲同林俊賢合作《上海大風暴》。劇入面好多親熱氣氛，公司維修時刻意安排兩人單獨去睇戲，再派人跟拍，直接炒作緋聞，話兩人假戲真做。緋聞一爆出，劉嘉玲同許晉亨即刻出事。許家家長覺得個仔應該娶門當戶對嘅豪門千金，唔係緋聞纏身嘅藝人，再唔聽話就斷埋佢經濟來源。許晉亨冇辦法，最後同劉嘉玲分手。轉頭就娶到王女兒何超瓊。林俊賢被屈搞垮人哋婚事，公開鬧爆，我中意男人都唔中意劉嘉玲。呢句說話一出，劉嘉玲尷尬到冇地自容，人氣同事業都跌一大截，愛情事業雙失意。劉嘉玲就去找閨蜜曾華倩傾訴，當時曾華倩啱啱同梁朝偉分手，心情一樣差。熱心嘅劉嘉玲話要幫閨蜜挽回梁朝偉，點知挽回下，自己同梁朝偉擦出愛火花。曾華倩知道之後嬲到爆，直接同劉嘉玲斷交。林俊賢同劉嘉玲嘅風波過後，更加搏命賺錢，有劇拍，有商演，價錢合適就全部接。1993年，佢同傅藝偉合作央視劇《新隋唐演義》，內地爆紅，打開內地市場，賺錢更加容易。1996年，36歲嘅林俊賢終於賺夠5000萬。嗰個年代，呢筆錢喺北京可以買幾十間四合院。有錢之後，佢一啲都唔猶豫，即刻同當時女友結婚，環遊世界。之後生女林玉偉，以為從此幸福美滿，點知佢又想闖商界，金融投資完全唔識，毫無經驗之下，一次過輸清晒所有現金。老婆見佢一夜之間變窮光蛋，直接離婚，帶住個女遠走外國，斷晒聯絡。林俊賢思念個女，但首要係揾食，變賣所有資產入市炒股，又賺翻一大筆，再次風光。點知好景不長，股災殺到，佢以為跌得越勁反彈越勁，壓晒身家去炒底，結果股市大崩盤，林俊賢落魄到連車都冇。第二任老婆接受唔到，鬧佢冇責任心，唔為屋企人諗，毅然離婚。更狠嘅係，轉頭嫁俾佢多年好兄弟黃子揚。經歷2次破產，2次離婚，林俊賢先至醒覺，
最適合自己嘅始終係娛樂圈，但屬於佢嘅年代早已過去，只能由配角重新做起。後來經粉絲幫忙，終於聯絡返失散多年嘅女兒林玉偉。當年嘅細路女已經長得亭亭玉立，靚到爆。林俊賢用心補償、傾偈、送禮，父女感情好返晒。2022年，在林俊賢鼓勵之下，林玉偉參選香港小姐，一舉奪得港姐冠軍。而家嘅林俊賢有女兒陪伴，偶爾開下直播，生活平淡寫意，可能呢啲就係最好嘅安排啦。今集講完林俊賢，大家有何感想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集再傾。